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九龍塘學校中學部中四級嘅陳星月，好高興今日可以藉住跨校漫遊書海嘅機會，向大家分享一本可以提升自主性嘅書。呢本書就係由日本心理教練大平信孝所寫嘅《一本書終結你的拖延症》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拖延嘅習慣呢？每次面對功課，大家最後會拖延到幾耐先開始行動？喺行動之前，又有冇反思過自己究竟點解先會拖延呢？呢本書就深入咁分析咗人類會拖延嘅根源，並且佢提供咗相應嘅實用方法，令我哋可以對症下藥。書中將拖延嘅原因歸納為兩大要素。第一，大腦係怕麻煩、抗拒改變嘅。當我哋面對困難嘅任務嗰陣，大腦就會唔想喐。由科學嘅角度嚟睇，大腦有個位叫伏隔核，佢掌管住我哋嘅行動力。要令到伏隔核運作，就要先分泌多巴胺。唯一嘅方法就係先採取行動。為咗欺騙我哋嘅大腦，書中提出咗幾個方法，其中最經典嘅就係10秒行動法。佢主張將行動縮小到冇可能失敗嘅程度。例如，我哋覺得做運動好麻煩嗰陣，不如先換上運動鞋先，只需要10秒鐘就可以換完，大腦就會覺得自己成功做完一件事，分泌多巴胺，再驅使自己繼續行動。第二係情緒影響我哋對做事嘅積極性。作者分析指出，我哋之所以會產生消極情緒，往往係因為陷入結果論嘅深淵，預期自己冇辦法完成目標，因而用拖延嚟逃避。喺人嘅潛意識入邊認為，只要唔做就唔會失敗，做咗就有機會面臨失敗，於是遲遲唔敢開始。所以作者教導我哋要調整心態，唔好淨係望住結果，反而要專注於行動。以溫習英文為例，我哋唔好將考到100分嘅結果設為當前目標，而係要設定每日10個單詞呢啲具體嘅行動。當我哋唔在乎遙不可及嘅結果，而係專注於完成每日嘅微小行動之時，心態自然就變得積極。最後，閱讀呢本書帶俾我最深刻嘅體會，莫過於心理層面上嘅放過自己。以前喺拖延嗰陣，我哋陷入咗拖延、自責、壓力更大、繼續逃避嘅惡性循環。然而，書中提醒我哋要改變思維，由今日又浪費咗幾多時間，轉移到我今日至少跨出咗10秒嘅第一步。呢啲正面回饋反而可以幫助我哋建立起良性嘅行動循環。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最省力嘅方式終結拖延，重拾對生活嘅主動性。我嘅分享到此結束，多謝大家。